食咗3日就已經開始 feel 到關節唔再痛，膝頭行路順咗，唔會再有格格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Ben 黃志賢。平日除咗拍戲，我都仲好中意做運動嘅，例如跑步、健身、打網球，成日都唔會停嘅，搞到關節勞損，成日都周身骨痛，特別係腰背、膝頭同埋腳踭嘅位置，有時嚴重起嚟真係會痛到行都行唔到嘅。我試過好多方法都唔 work， 最後問過好多專業人士，終於俾我揾到美國健形健關節。原來上咗年紀嘅關節痛，唔單止係要修復磨損，更重要嘅係要消炎，先至可以徹底恢復關節健康。呢隻美國健形健關節就啱晒啦！一樽裏邊已經有齊8大頂尖關節成分，有成1500 mg 葡萄糖胺、軟骨素、蛋氨酸，可以修補關節，仲有薑黃、乳香、菠蘿抗炎酵素等天然嘅消炎止痛成分。每日食3粒啫，就可以解決周身關節痛嘅問題。我食咗3日就已經開始 feel 到關節唔再痛，膝頭行路順咗，唔會再有格格聲，上落樓梯、跑步、打波都唔再痛，關節都有力咗好多，直頭仲 fit 過後生嗰陣。我揀保健產品都好高要求嘅，除咗要有效，仲要安全。好似美國健形健關節咁，係由美國 FDA 認證大廠生產，100% 美國製造，仲有香港食品安全檢測，成分安全，仲有調查指出，超過90% 嘅用家認同有效解決關節痛嘅問題。最緊要嘅係一樽就見到效果啦！有關節痛問題嘅你哋真係唔好再等啦！我已經介紹咗俾我太太、朋友同埋身邊啲波友，個個都有讚冇彈。如果你都有關節痛，記得食美國健形健關節，快啲去萬寧買啦！